梅艷芳呢一生點解咁有情有義，卻咁短命？背後因果極驚人。老一輩嘅人成日話好人有好報，但我同你講，命運嘅安排從來都冇人哋諗得咁簡單。義薄雲天，幫過半個娛樂圈嘅人。40歲嗰年，穿上白色嘅婚紗，把自己嫁俾舞台。45日之後就咁離開咗我哋。佢呢一生到底邊個地方出了問題？點解一個咁有情有義、咁好嘅女人，連結婚生仔長壽呢啲普通人隨隨便便都可以實現嘅願望，佢通通都冇。背後嘅因果同天道規律比大家想象中更加驚人。今日我就一條一條從頭到尾同大家講清楚。我哋先從佢嘅根基講起。梅艷芳出生成長喺香港旺角花園街，屋企有4個小朋友，佢係最小嗰個。喺佢出生之前，佢爸爸出海工作，遇上意外早逝，所以佢由細到大從來冇見過自己爸爸嘅樣。佢媽媽譚美金重男輕女，喺嗰個家庭裏面最唔被重視、最受委屈嘅就係梅艷芳。好多小朋友4歲半嘅時候仲喺屋企撒嬌跑嚟跑去，但梅艷芳4歲半嗰年已經要跟住佢姐姐梅愛芳站在歌舞廳同麗園嘅舞台上面，面對住一班陌生人唱歌。唔係因為佢中意唱歌，係因為屋企冇錢，要飯食，要活下去。大家諗下嗰個畫面，一個4歲半嘅小女孩站在燈光昏暗嘅歌舞廳上面，腳都仲未夠得落地板，台下全係飲酒聊天嘅大人，根本冇人在意台上嗰個係邊個。佢就喺嗰度唱，一場又一場咁唱，喺低微嘅露天表演場唱，喺走廊唱，喺各種大大小小嘅場子唱。上學嘅時候，同學仔知道佢喺外面賣唱，嘲笑佢，話佢係歌女，係冇出息嘅戲子。佢唔敢反駁，亦都冇時間反駁，因為佢下晝仲要趕下一場表演。去到中學1年級，佢就絕學了，書讀唔下去了。唔係佢唔想讀，係屋企等住佢去養。多年之後，佢講過一句話，佢話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佢好希望可以多讀啲書，唔使一顆小小嘅心靈，由細到大都要擔憂捱餓。大家有冇聽到呢句話裏面嘅重量？一個4歲半嘅小朋友就已經知道乜嘢叫捱餓，4歲半就要出去賺錢，4歲半就承擔咗一個大人先至應該承擔嘅重量。佢一生從4歲半嗰一刻開始，就已經比其他人背多咗一份沉重嘅宿命。好多人以為舞台對梅艷芳嚟講係夢想，係光彩，係佢最愛嘅地方。其實唔完全係，舞台對佢嚟講最初只係生計，係一個冇爸爸嘅孩子用自己嘅喉嚨換返嚟嘅一口飯。佢後來講過佢愛舞台，但佢亦都恨過舞台，恨舞台太早攞走咗佢嘅童年。但係天道冇將佢壓垮，天道給咗佢一副天生嘅好喉嚨。19歲嗰年，佢站在香港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嘅舞台上面，唱咗一首徐小鳳嘅《風的季節》。當時評審台上坐住黃霑同顧嘉瑭，呢兩位係當時香港樂壇最有份量嘅音樂巨人。黃霑聽完之後即場給咗滿分，顧嘉瑭話藝術冇滿分，硬係扣咗1分，給咗99分。呢兩位最頂尖嘅樂壇前輩第一次聽佢唱歌就被佢深深打動。當時嘅媒體報道話佢個分數勝過亞軍好幾條街。從嗰一天開始，梅艷芳開啟咗佢21年嘅舞台傳奇。此後整整5年，每一屆最受歡迎女歌星嗰個名字都係佢。紅館連開28場，打破歷史紀錄。影后同歌后喺同年一齊攞下呢個紀錄，至今喺香港都冇人可以打破。全球華語女歌手演唱會場次最高嗰個名字依然係梅艷芳。佢站在事業最頂峰嘅時候，係真正嘅頂峰。嗰個4歲半就被推上歌舞廳舞台嘅孩子，
最後站上了整個亞洲最大嘅舞台。天道給咗佢最薄嘅根基，亦都給咗佢最強嘅才華。呢杆命運嘅天秤，從佢出生嗰一天開始，其實就已經喺度旋轉。現在我要同大家講第二條線，亦都係梅艷芳身上最動人嘅兩個字：義氣。梅艷芳喺入行20年嘅紀念節目上面講過咁樣一句話：我在娛樂圈闖蕩20年，4個字概括，友情歲月。呢4個字背後到底係乜嘢？大家仔細聽下。佢幫過許志安，幫過草蜢，幫過何韻詩，呢啲人全係佢親手帶出嚟嘅徒弟，圈子裏面稱為梅家班。佢幫過譚詠麟，幫過劉德華，幫過大大小小數唔清嘅人。劉德華後來評價佢，講咗一句話：梅艷芳嘅性格係寧可天下人負佢，佢絕不負天下人。呢句話絕對唔係誇張。我同大家講件事，大家就知道呢句話有多重。有一年，梅艷芳要拍一部電影，叫做《胭脂扣》，佢心裏面一早諗好咗男主角，一定要張國榮嚟演十二少。但當時有一個極大嘅難題，梅艷芳簽約嘉禾，而張國榮簽約新藝城，兩間電影公司係死對頭，各有兩份嚴格嘅合約，換作其他人。呢件事多半就算數，另找其他人嚟演。但梅艷芳唔係咁嘅人，佢親自跑去佢新藝城嘅高層，提出咗一個令人震驚嘅條件。佢話：你哋把張國榮借給嘉禾拍《胭脂扣》作為交換，我免費替你哋新藝城拍一部戲。佢用自己嘅檔期、自己嘅時間、自己昂貴嘅身價去換返一個讓張國榮演男主角嘅機會。嗰部佢用嚟交換嘅戲叫《開心物語》。張國榮後來知道了呢件事，感動得不知所措。佢話即使知道十二少嘅戲份唔算最多，佢都一定要嚟，因為梅艷芳係用自己嘅合約去換佢返嚟，佢絕對不能辜負呢份義氣。胭脂扣後來成為咗兩個人最經典嘅代表作，梅艷芳一舉攞下3個影后。張國榮嘅十二少亦成為無數人心裏邊永遠嘅經典。呢部神作係兩個人嘅義氣同真情換翻嚟嘅。梅艷芳呢一生有過9段感情，但呢9段感情冇一段可以陪佢走到終點。入行後不久，佢喺日本遇見咗近藤真彥。近藤真彥係當時日本最紅嘅男明星，萬人迷，迷倒咗無數少女。兩個人喺一個派對上面一見鍾情。梅艷芳返回香港之後，每日同佢通電話。喺1年之內，佢飛去日本見佢7次。佢甚至為了佢喺東京買咗一棟房子，唔係為了投資，就為了自己演出結束之後可以有一個地方立刻同佢見面，有一個屬於兩個人嘅家。佢愛得咁樣認真，咁樣投入。可惜佢當時唔知道一件事。近藤真彥嗰個時候喺日本仲有另一段感情未曾結束。梅艷芳喺完全唔知情嘅狀態下，被動成為咗第三者。後來當佢知道了真相，佢冇大吵大鬧，冇對對方麻煩，佢默默收拾好一切，選擇咗離開。佢後來講過一句話，佢話：我待佢咁好，佢都冇領略過。就呢一句，裏面冇恨冇怨，只有一種講唔出嚟嘅淡淡嘅遺憾。大家以為呢件事就咁樣完結。到了2003年，梅艷芳已經知道自己患上咗癌症晚期，已經喺度準備人生最後一場演唱會。喺呢個時候，佢做咗一個讓所有人震驚嘅決定，佢把癌症治療推遲咗整整2個月，冒住生命危險飛去日本見近藤真彥最後一面。好多身邊嘅朋友唔理解點解要喺呢個時候去，身體病成咁樣，時間咁緊迫，點解要把寶貴嘅2個月花喺呢度？佢冇同任何人解釋，佢就咁去了。見面嗰一晚喺東京嘅一間餐廳，梅艷芳笑得好開心，同舊朋友聚舊，聊以前嘅往事。近藤真彥全程都唔知道佢係帶病嚟嘅。梅艷芳穿得非常整齊，妝畫得極好，精神狀態看起來非常好。
近藤真彥完全冇察覺梅艷芳整整幾個小時隻字未提自己患癌嘅事，佢唔忍心讓對方傷心悲痛。近藤真彥到最後都唔知道嗰次居然係佢哋人生嘅最後一次見面。就係咁樣，一個女人喺自己生命最後嘅階段，即使當年被辜負過，佢依然唔忍心讓自己愛過嘅人難受。喺嗰年春天嘅一次採訪裏面，佢被問到：你呢一生最愛嘅係邊個？當時佢已經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了，佢諗咗一下，講咗咁樣一段話。佢話：我唔講佢係邊個，只可以話係異地戀嘅嗰一段。如果再讓我選一次，我依然會去愛一次。亦可以話呢係最值得我緬懷嘅一段情。一個已經知道自己快要離開人世嘅人，回頭睇返自己嘅一生，講出嚟嘅依然係我不後悔。其實早在癌症公開之前嘅幾年，佢就已經喺例行檢查裏面查出咗子宮頸癌零期，亦即係最早期嘅階段。當時嘅醫生非常明確咁同佢講，只需要做一個局部切除嘅微創手術，治癒率接近100%，完全可以康復。但是佢拒絕咗，因為佢希望將來仲可以生育，佢唔想切除子宮，佢想保住做媽媽嘅機會。佢早就知道咁樣做有生命危險，但佢一直在守住嗰一個願望，喺度等一個屬於自己嘅家，等一個屬於自己嘅孩子。病情就喺嗰種漫長嘅等待裏面，悄悄咁往惡化嘅方向走，從零期走到了晚期。呢件事裏面仲有更深嘅一層心理因素。梅艷芳有一個姐姐叫梅愛芳，兩姐妹從小同吃同睡，一起登台賣唱，一起長大，感情極其深厚。就在梅艷芳查出患癌前幾年，佢姐姐梅愛芳同樣因子宮頸癌離世。離世嗰年正好係40歲，同一種病，同一個年紀。梅艷芳親眼看住自己最親嘅姐姐走完咗嗰段痛苦不堪嘅路，一次又一次嘅化療手術，一次又一次進出醫院，人慢慢變得唔再係原本嘅樣子，頭髮掉光，臉色蒼白，身形消瘦。嗰個從小同自己一起登台唱歌嘅姐姐，就喺佢眼前一點一點咁消逝。最後走嘅時候正好40歲。梅艷芳把呢件事深深咁壓喺自己心底。佢嘅至親好友後來講，梅艷芳看見姐姐當年係點樣走嘅，佢心裏面其實覺得治同唔治，結果可能都係一樣。與其把最後嘅力氣全部交給那張冰冷嘅病床，交給那些痛苦嘅藥水同針頭，不如留返嚟做自己仲想做嘅事，見自己仲想見嘅人，開自己仲想開嘅演唱會。所以佢選擇先去日本見咗近藤真彥最後一面，然後返回香港。喺2003年嘅秋天，佢召開發佈會，公開宣布自己患癌，站在所有媒體、朋友同徒弟面前，佢講咗咁樣一句話：呢場仗我一定打贏。台下好多朋友即場落淚。佢講呢句話嘅時候，面色平靜，眼神無比清亮，就像佢一向勇敢嘅樣子。隨後紅館經典金曲演唱會第一場正式開鑼，外界有好多人唔相信佢可以撐完呢8場。那時候佢已經虛弱到講話都有啲顫抖，走路需要人喺旁邊攙扶。有好友勸佢唔好開了，身體要緊。佢搖搖頭話：我答應咗歌迷一定要開。第一場開始，佢穿住那身金光閃閃嘅演出服，隨住舞台緩緩升起，走到台中央。開口嗰一刻，台下鴉雀無聲，依然係佢，依然係嗰個霸氣十足嘅梅艷芳。佢對住全場歌迷話：有信心，無難事。台下無數歌迷邊哭邊喊。大家知唔知道嗰8場演唱會，佢嘅腰圍一場一場咁往細改？唔係因為佢瘦咗，係因為佢腹水越嚟越嚴重，身體喺一場接一場咁往下塌。演到第3場嘅時候，嘉賓梁詠琪無意中講漏咗嘴，話梅艷芳
喺上台演出之前一直在發高燒，全場歌迷嘅心頓時一沉，大家瞬間明白咗呢係一場用生命喺度堅持嘅演唱會。佢靠發燒撐住，靠劇痛撐住，靠長途跋涉嘅體力撐住，因為答應咗歌迷要開8場，咁就一定要開足8場。答應咗嘅事，不管付出多大代價，都要做到。呢個就係梅艷芳走到最後一場，佢穿住一件純白嘅婚紗走上台，嗰件婚紗係佢多年好友劉培基專門為佢設計嘅。劉培基最初係極力反對嘅，佢話喺呢個時候穿婚紗太沉重太殘忍了。梅艷芳對劉培基講咗一句話，佢話我嫁唔出去了就嫁俾舞台啦。大家細心諗下呢句話，我嫁唔出去了就嫁俾舞台啦。講呢句話嘅時候，佢清楚知道自己嘅時間已經不多，佢知道嗰個等咗一輩子嘅家等唔嚟了，嗰個等咗一輩子嘅孩子亦都唔會再有了。唯一屬於佢嘅就只有嗰個舞台。佢決定用一件婚紗把自己永遠嫁給舞台。佢走到台中央，對住滿場哭泣嘅歌迷講咗咁樣一段話，佢話婚紗我穿過好多次，但每次都唔係屬於自己嘅。相信喺真實生活裏面我冇機會穿了，呢也許係我呢一生最大嘅遺憾。但我有你哋嘅愛，呢個遺憾已經填補咗。我把自己嫁給咗音樂，嫁給咗你哋。台下哭成一片，有歌迷大喊嫁給我，佢笑了。嗰個笑容裏面包含咗幾多酸甜苦辣，只有佢自己知道。演唱會唱到最後，佢講咗咁樣一段話，我常常覺得夕陽同黃昏好漂亮，但是好短暫。我哋要更加珍惜，更加去爭取身邊想要嘅事，要不然一眨眼乜嘢都冇了。然後佢唱咗人生最後一首歌《夕陽之歌》，大家知唔知道嗰首歌嘅原唱係邊個？原唱正正係近藤真彥，佢一生最愛嘅嗰個人寫嘅歌，佢用嚟向全世界告別。台下冇人講話，只有一片哭泣聲。演唱會結束之後，後台嘅大門打開，劉培基站在嗰度等佢。每一場演唱會結束，劉培基都要幫佢摘下頭紗，摘下頭紗嘅嗰一刻，假髮會跟住一起落嚟，因為化療，佢個頭髮早就已經全部掉光，頭紗摘落嚟，假髮掉落嚟，露出一幅病魔折磨下嘅真實面貌。然後劉培基餵佢食飯，一口一口咁餵，因為佢太過虛弱，早就已經咽唔下嘢，每一晚都係咁樣。醫生後來話佢可以撐完呢8場演唱會，簡直係人間奇蹟。45日之後，2003年12月30號，梅艷芳因子宮頸癌併發肺衰竭，喺香港養和醫院病逝，享年40歲。剛過完生日2個多月，那件婚紗佢只穿咗一次，唔係結婚用嘅，係告別用嘅。嗰個佢等咗一輩子嘅家，最終都冇嚟到。好，現在我同大家講講這一切背後嘅天道因果。大家知唔知道易經第11卦同第12卦係乜嘢？第11卦係太卦，天地相交，萬物化生，係易經裏面最好嘅卦象之一。第12卦緊接喺太卦後面係否卦，太極而否。天道嘅規律係既滿咗必收，喺邊度滿咗就在邊度收返。梅艷芳嘅義氣滿咗，佢對朋友嘅情滿咗，佢對呢個時代嘅付出滿咗。天道喺邊度收佢？唔喺事業，唔喺義氣，天道收走嘅，偏偏係佢心裏面最渴望卻始終得唔到嘅嗰一樣，一個家，一個孩子，一件真正屬於自己嘅婚紗，最後給咗佢一件婚紗。但係喺舞台上面，喺告別禮裏面，喺45日之前，呢個安排讓人回想起來都不寒而慄。我同大家講幾個人物，幫大家把呢個規律睇得更加透徹。第一個係范蠡，春秋時期越國大夫，幫越王勾踐臥薪嘗膽20年，滅咗吳國，成就天下霸業，功成名就之後，范蠡做咗一件讓所有人睇唔懂嘅事，佢走了。
喺功勞最大、地位最高、最風光嘅時候，佢悄悄收拾行李，帶住家人，連夜離開咗越國。有人追上去問佢：越王離唔開你，你點解要走？范蠡講咗一句名言：飛鳥盡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佢看見咗一件站在頂峰上面好多人睇唔見嘅事。當一個人滿到極處嘅時候，身邊嘅危險反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大。越王勾踐可以共患難，無法同富貴。你嘅功勞越大，你就越係佢嘅威脅。范蠡看透咗這一點，所以佢主動退一步，把嗰個極致輕輕放下。佢走了之後，隱姓埋名去經商，成為天下首富。後人尊稱佢為陶朱公。佢一生3次積聚巨富，3次散盡千金，把錢財全部分給窮苦百姓。每次散盡，過咗不久又重新聚起來。有人問佢點解要散出去，佢話：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賺得太緊反而留唔住。第二個人物係曾國藩，清朝最了不起嘅大臣，平定太平洋天國，權傾朝野，手握幾十萬湘軍，係漢人臣子能夠走到的最高位置。當時有人勸佢，時機成熟了，可以自己當皇帝，佢完全冇動心。佢給自己嘅書房起咗一個名字叫做求缺齋，缺就係缺陷，就係唔圓滿。佢話：我不求滿，我求缺。滿咗，天道會嚟打破佢；留有一點缺陷，天道先會安心，先唔會嚟破壞佢。佢喺家書裏面反覆強調同一件事：凡事留有餘地，唔好做到十足，要留1、2分給天道。佢唔係冇能力做到滿，係佢刻意唔讓自己滿。結果佢呢一生得以善終，家族綿延至今，人才輩出。你哋再睇和珅，乾隆年間第一權臣，富可敵國，呼風喚雨20年。乾隆一駕崩，嘉慶皇帝一出來，一夜之間家破人亡，乜嘢都冇咗。點解？因為太滿啦，滿到極點，天道親自替佢收得乾乾淨淨。范蠡懂得讓，所以越走越寬；曾國藩懂得缺，所以善終而去。和珅不懂得留白，天道替佢收得佢毫無招架之力。梅艷芳嘅命格係同一個道理，佢喺義氣上邊、事業上邊、對呢個時代嘅付出上邊太滿了。天道喺命盤嘅某一處留下咗一個缺口，嗰個缺口唔係隨機嘅收走嘅，偏偏係佢心裏面最放唔下嘅嗰樣。呢個賬1分都唔會少。現在我要把呢個道理轉到大家身上，因為呢個故事講嘅唔單止係梅艷芳，講嘅係我哋每一個人。大家有冇諗過，你呢一生最渴望嘅係乜嘢？係錢，係明星，係一段完美嘅感情，係一個孩子，係其他人嘅認可，定係自由同安穩？你心裏面第一時間諗到嘅嗰樣嘢，往往就係你命格裏面最需要小心嘅地方。我同大家講一件好多人都經歷過嘅事。有一種人呢輩子最渴望嘅係被人認可。小時候父母太忙，從來冇誇獎過佢，佢就把呢種渴望帶進咗工作，帶進咗人際關係裏面。佢拼命做事，拼命表現，所有事情都要做到最好。因為佢最怕嘅係被人話佢唔夠好，結果佢確實越來越優秀，越來越成功，但係佢發現自己依然唔安心，認可嚟咗佢仲想要更多，佢唔知道自己內心嗰個渴望永遠填唔滿，因為嗰個洞唔係從外面填嘅，係從裏面長出來嘅。你渴望得越深，嗰個洞就越大，外面啲東西填進去幾多，就漏出去幾多。仲有一種人呢輩子最渴望嘅係有一個完整嘅家，童年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一輩子喺度追，對另一半嘅要求越來越高，對呢段關係越來越用力，反而把對方壓垮咗。
把呢段感情壓走咗。佢唔明白點解自己比任何人都努力，結果反而不如其他人。唔係佢唔夠好，係嗰種執念讓佢用力嘅方向傳錯咗。大家喺呢啲故事裏面有冇看見自己嘅影子？我唔係叫大家唔去追求，亦唔係叫大家放棄，係叫大家喺追求嘅同時留一點餘地給天道。梅艷芳為了嗰個生育嘅願望，拒絕咗可以救佢性命嘅手術，呢個就係執念。執念最深嘅地方，往往就係命運最難過嘅嗰道關口。但我同大家講，梅艷芳呢一生亦唔單止只有遺憾，佢離世嘅嗰一天，600多位明星出席咗佢嘅葬禮，600多位，呢個唔係因為佢有名氣，係因為佢有義氣。近藤真彥專程從日本飛嚟香港，喺靈堂前趴喺玻璃上面嚎哭，久久不能平復，最後要由人攙扶住離開。嗰個當年讓佢一連飛去日本7次嘅男人，嗰個佢生命最後一刻專程去見，卻冇同對方講自己患癌嘅男人，站在佢嘅靈前哭成咗嗰個樣子。趙文卓從外國趕返香港，喺靈堂裏面強忍眼淚，最後依然留咗落嚟佢送嚟嘅花圈，上面寫住600字：此生至愛，一路好走。張學友、譚詠麟、劉德華、許志安，所有佢幫過嘅，所有佢義氣相待過嘅朋友，全數到齊。佢呢一生吸出去嘅嗰啲義氣，用呢種方式全部回到了佢身上。佢冇等落嚟一個人喺婚禮上邊為佢流淚，但有600幾個人喺佢離世嘅時候真心實意咁送佢最後一程。然後係佢嘅遺囑，佢立下遺囑，把財產交由信託基金管理，每個月給媽媽7萬港元生活費，給好友劉培基2處物業，其餘嘅財產喺媽媽100年之後全數捐給佛學機構，錢唔讓家人一次過拿走。大家諗下呢件事，一個4歲半就出來唱歌養家嘅孩子，用咗一輩子嘅力氣養活咗呢個家，供養咗呢個家，到到最後佢最清楚，嗰啲錢一旦一次性交出去，唔會變成溫暖，只會變成無休止嘅爭奪。所以佢用信託鎖住，細水長流，讓媽媽有得用，但拿唔走。呢係佢最後一次用行動說明佢呢一生把最好嘅給咗邊個。然後果然官司嚟咗，佢媽媽譚美金同佢大哥梅啟明把官司打上了法庭，爭奪佢嘅遺產。呢場官司打咗好多年，大家諗下嗰個畫面，一個女兒4歲半就出去唱歌養家，用一輩子嘅名氣同才華把呢個家從旺角花園街嘅窮苦裏面撐出來。佢死了，家人喺度爭佢嘅錢，呢個因果比起任何語言都要沉重。佢一生最渴望嘅係家嘅溫暖，係被家人疼愛，係嗰個佢從來冇真正得到過嘅歸屬感。天道最後讓佢看見嘅係家人喺佢身後為了佢嘅遺產對簿公堂。佢渴望咗一輩子嘅家始終係嗰個模樣，但是香港冇忘記佢。後來香港星光大道上面為佢立咗一座銅像，銅像底座上面刻住4個字：香港的女兒。香港的女兒唔係邊個嘅女兒，唔係嗰個從來冇給過佢溫暖嘅家嘅女兒，係香港嘅女兒，係那600多個人嘅女兒，係所有記得佢嘅人嘅女兒。20年過去了，仲有人記住佢，仲有人提起佢，仲有人喺佢嘅歌聲裏面流淚。老一輩人講，好人有好報，天道嘅回報從來唔係大家以為嘅嗰種方式，佢給嘅係佢認為你最配得上嘅嗰種，唔一定係你最渴望嘅嗰種。梅艷芳最渴望嘅係嗰個家，嗰個孩子，那件屬於自己嘅婚紗。天道給佢嘅係600多個人嘅送別，係嗰座銅像，係那4個字，係20年過去了，依然冇散去嘅思念。呢個回報唔係佢最初要嘅嗰種，但佢係真實嘅，比起佢要嘅嗰種更加長久，把眼前該做嘅事認認真真做好，
把眼前該珍惜嘅人踏踏實實珍惜好，多行善，少起惡念，對父母好一點，剩下嘅交給天道去安排，呢個就夠了。講到呢度，我仲想再講深一層。好多人心裏面有一個疑惑，點解有啲人行善積德，義薄雲天，天道卻唔給佢嗰個最想要嘅東西？呢個答案藏喺易經裏面。易經同我哋講，德同福之間有一個時差。古人講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注意呢句話係餘慶，唔係當慶。餘係餘落嚟嘅，係溢出來嘅，係流到後面去嘅。你呢一輩子積嘅德，唔一定喺你呢一輩子全部兌現，佢會流到你嘅孩子身上，流到你嘅孫子身上，流到你嘅家族裏面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真正行善嘅人，自己呢一生並不順遂，但佢嘅後代往往會出現格外有出息嘅人。嗰種出息唔係天上掉落嚟嘅，係從祖先嗰度流傳落嚟嘅。梅艷芳冇孩子，佢嘅德冇辦法流到後代身上，但係佢流到了邊度？流到了佢幫過嘅嗰啲人身上，流到了佢帶出來嘅嗰啲徒弟身上，流到了無數喺佢嘅歌聲裏面得到過安慰嘅普通人身上。呢係一種流傳，只係唔喺血脈裏面，喺人心裏面。梅艷芳幫過咁多人，佢有冇記賬？佢講過一句話，我覺得係佢呢一生最通透嘅一句話。佢話施比受更有福，唔計較有冇回報，其實都好開心。佢唔係喺度教其他人，佢係喺度講自己嘅切身感受。佢幫過咁多人，佢冇喺度等回報，佢本身就已經從嗰個付出嘅行為裏面得到了快樂，做了開心，放下唔等。呢種善，天道收得最完整，回得最真實。所以佢離世嘅時候，那600多人嚟送佢嗰啲花圈，嗰啲眼淚，唔係還佢嘅債，係真心實意嘅，係佢種落去嘅嗰啲善，最後長出來嘅果實。好多人看完梅艷芳嘅故事會問，佢咁好嘅人，點解天道仲係讓佢咁苦？感情唔順，婚姻冇，孩子冇，40歲就走咗。呢個公平嗎？我同大家講，天道冇公平唔公平呢回事，天道只有平衡。平衡同公平係兩件完全不同嘅事。公平係等價交換，你付出幾多，你得到幾多。但天道的平衡唔係咁算嘅，佢係一杆秤，你喺呢邊放縱咗佢，就在嗰邊走，一個重量壓翻嚟，唔係為了懲罰你，係為了讓嗰杆秤始終保持喺佢該喺嘅位置。我再講個人，大家一聽就明白。蘇東坡，北宋最了不起嘅文人，詩詞書畫樣樣第一，才華之高，千百年嚟無人能出其右。但他呢一生仕途坎坷，一貶再貶，從開封貶到黃州，從黃州貶到惠州，最後貶到了海南儋州，乃係當時近乎流放嘅荒蠻之地，瘴氣彌漫，條件極苦。佢嘅才華喺朝廷裏面滿咗，天道就在仕途上面把嗰杆秤撥返嚟。但蘇東坡冇被壓垮，佢喺黃州寫出了《赤壁賦》，喺惠州寫出了無數傳世之作，喺儋州把當地的文化教育帶動起來，讓嗰個荒僻之地第一次出現咗科舉及第嘅讀書人。佢喺詩句裏面冇讓嗰顆心涼掉，呢個同梅艷芳係同一種人，才華滿咗，天道喺別處收，但嗰顆心冇變，所以走到邊度都留下了深刻嘅痕跡。梅艷芳喺義氣上面，喺才華上面，喺舞台上面太重了。天道喺感情上面，喺家庭上面，喺壽命上面把秤撥返嚟，唔係因為佢唔好，係因為高杆秤唔允許一邊永遠重落去。大家身邊有冇咁樣嘅人？事業做得好大，家庭卻一塌糊塗；錢賺得好多，身體卻一直出問題。朋友遍天下，但枕邊人從來冇對過。呢個唔係運氣唔好，係嗰杆秤
喺度運轉，唔係唔努力，唔係唔追求，係喺努力嘅同時，刻意喺某一個地方留一個缺口，嗰個缺口係給天道嘅空間，你自己留，至少仲可以選擇喺邊度缺，天道替你留，你就冇得選擇了。呢個就係曾國藩求缺齋背後最深嘅嗰層道理。佢主動喺名聲上退，喺權力上讓，所以天道冇喺佢最在地嘅地方收佢，佢最在地嘅家族延續，天道給咗佢，增加後代，人才輩出，綿延至今。好，我再講最後一件事，呢個係我覺得整個梅艷芳故事裏面最值得大家帶走嘅一個道理。佢呢一生有一個東西係天道始終冇拿走嘅，唔係事業，唔係才華，唔係義氣。雖然呢啲佢都有，係佢嘅心，佢對人嘅嗰顆心從來冇變過。4歲半登台嘅孩子，心裏面裝嘅係家人；20歲嘅紅星，心裏面裝嘅係朋友；40歲嘅病人，心裏面裝嘅係歌迷，係近藤真彥，係唔想讓對方傷心。就呢顆心從頭到尾冇變過。好多人在經歷咗咁多辜負之後，心會變，會開始計較，會開始防備，會開始用傷害過自己嘅方式去對待其他人。梅艷芳冇9段感情，冇一段善終。佢依然話：如果再讓我選一次，我依然會去愛。媽媽重男輕女，家人喺佢死後爭產，佢依然把財產捐給慈善，唔留下一句恨。呢個唔係軟弱，呢個係真正嘅強大。真正嘅強大唔係讓自己變硬變冷，變得唔再受傷，係受咗傷依然可以保持嗰顆心嘅溫度。易經裏面有一個卦叫損卦，損係減損，係失去，係嗰啲被拿走嘅東西。但係損卦嘅卦詞係咁樣講嘅：損有攸往，元吉無咎可徵。意思係喺減損裏面，如果保持真誠，保持嗰顆心，就係大吉，冇過失，可以長久。梅艷芳嘅一生係一個損卦，佢失去了爸爸，失去了童年，失去了愛情，失去了嗰個佢渴望嘅家，最後失去了生命。但佢喺嗰啲失去裏面保持咗嗰顆心，所以佢嘅損卦走出了元吉。600多人送佢，銅像上面刻住4個字：20年嘅思念。呢個係佢用嗰顆心換返嚟嘅。大家今天喺生活裏面係唔係亦都有一些失去？也許失去咗一段感情，也許失去咗一份工作，也許失去咗一個你以為會一直在嘅人。失去嘅時候，最容易做嘅一件事係讓自己變硬，同自己講唔好再信任人了，唔好再付出了，唔好再認真了，認真你就輸了。但我同大家講嗰條路走落去，你會發現你保護住了自己，但你亦失去了自己。嗰顆心仲喺度，但佢涼咗個心，乜嘢都進唔嚟，乜嘢都出唔去。梅艷芳選擇咗另一條路，受咗傷，哭過，放下，然後繼續用嗰顆溫熱嘅心去對下一個人，就係嗰顆熱嘅心，讓佢走過咗40個年頭留下嘅嗰啲歌，嗰啲義氣，那600多個人嘅眼淚，同那4個字：香港的女兒。不管天道給咗你乜嘢，收走咗乜嘢，嗰顆心要守住，守住了嗰顆心，你呢一生走嘅路，不管彎咗幾多，跌咗幾多，最後嗰個去處唔會太差。大家覺得呢一生守住嗰顆心，同樣嗰顆心涼掉，最後走出來嘅路會係一樣嘅嗎？好多人看完梅艷芳嘅故事，心裏面會有一個念頭，佢哋會話佢活得咁累，咁苦，咁多遺憾，咁樣嘅一生值得嗎？我同大家講，呢個問題問錯了。易經裏面有一句話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天道運行，從不停歇。唔問值唔值得，唔問公唔公平，只係一直走，一直走。梅艷芳就係咁樣嘅人，佢冇停落嚟問過呢個值唔值得，佢只係一直走，一直吸，一直唱，一直愛，直到走唔動為止。
呢個先係真正嘅天行健，唔係冇苦，唔係冇累，係苦咗仲喺度走，累咗仲喺度吸。大家諗下，佢最後嗰8場演唱會，發高燒撐住，腹水撐住，頭髮掉光了，戴上假髮走上台，依然係佢，依然係嗰個梅艷芳。呢個唔係表演咧，係佢呢一輩子活法嘅最後一個縮影。佢從來唔係因為冇苦先至撐落去嘅，佢係知道有苦，依然選擇撐落去。呢兩件事差得好遠。我哋好多人遇到一點挫折，就開始問：點解偏偏係我？點解老天對我不公平？點解我付出咗咁多，仲係得唔到想要嘅？梅艷芳有冇問過呢啲問題？我唔知道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就算佢問過，佢亦都冇停落嚟等答案，佢繼續唱，繼續幫人，繼續愛，繼續走。呢個係佢給我哋最深嘅一個示範。人呢一生苦係必然嘅，易經64卦冇一卦係從頭到尾全部係吉嘅，就連最好嘅太卦走到上六，亦係成伏於防；就連最差嘅否卦走到上九，亦係傾否，先否後起。否極之後，仲有一個起喺度等住。苦同喜從來都係輪流嚟嘅，唔係只有你一個人喺度苦，係每一個人走到某一個階段都有嗰段要過嘅關口。關口點樣過，先係真正決定呢一生走到邊度嘅事。有一種人關口嚟咗，停落嚟，坐咗嗰度等關口過去，等咗好久，發現關口冇過去，因為佢一直坐咗嗰度冇走。仲有一種人關口嚟咗，繞道走，東繞西繞，以為繞過去了，其實嗰個關口一直喺後面跟住，因為冇真正走過佢，佢就一直喺度。仲有一種人關口嚟咗，低下頭走進去，走過佢，走嘅時候好難受，好痛，好想停落嚟，但佢仲係走完了，走完咗，回頭睇嗰個關口仲喺嗰度，但佢喺後面了，唔喺前面了。梅艷芳係第三種人，每一個關口佢都係低下頭走進去，走完佢。爸爸嘅缺席走完了，歌舞廳嘅賣唱走完了，近藤真彥嘅辜負走完了，姐姐嘅離世走完了，癌症佢亦喺度走，用嗰8場演唱會把佢走完了。大家現在站在哪一個關口前面？係坐住等，係繞道走，定係低下頭走進去？呢個唔係一道選擇題，係一道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嘅題。但我同大家講，梅艷芳用佢嘅40年，已經把佢嘅答案活給你看咗。最後我想講一件事，係關於遺憾嘅。好多人覺得梅艷芳呢一生充滿遺憾，冇嫁出去，冇孩子，冇活到老，呢啲全係遺憾。但我想換一個角度給大家看，易經裏面有一句話：吉凶悔論者，生乎動者也。意思係吉也好，凶也好，悔也好，論也好，呢啲全係因為你動了，因為你活了先會有嘅東西。一個完全唔動嘅人，冇遺憾，但亦都冇故事。梅艷芳嘅遺憾係因為佢動了、愛了、給了、提高了、付出咗，先會有嘅遺憾。佢嘅遺憾唔係空嘅，每一個遺憾後面都有一段真實發生過嘅故事。近藤真彥嗰個遺憾後面係7次飛去日本，係東京嗰棟買落嚟嘅房子係病危，仲係要飛去見最後一面嘅嗰顆心，嗰個冇等嚟嘅家嘅遺憾後面，係佢一生對嗰個家嘅渴望，係30歲臨陣逃婚時心裏面嘅嗰份猶豫，係40歲穿上婚紗時講出嗰句就嫁俾舞台啦嘅釋懷。呢啲遺憾係真實嘅，係有重量嘅，係佢真正活過嘅證明。比起嗰啲乜嘢都冇付出過，乜嘢都冇愛過，走到最後連一個遺憾都留唔低嘅人，梅艷芳嘅遺憾係富有嘅。所以唔好怕遺憾，怕嘅應該係走到最後回頭睇，發現乜嘢都冇留落嚟，連一個遺憾都冇，嗰個先係真正嘅空虛。梅艷芳留落嚟嘅唔單止係嗰啲歌、嗰啲電影、嗰啲獎項，
佢留落嚟嘅係一種活法，用嗰顆熱嘅心，把呢一生認認真真咁活過去。不管天道給咗乜嘢，收走咗乜嘢，嗰顆心守住就係香港的女兒。